裝修全流程。裝修想開始但唔知點落手？俾我哋用幾分鐘同你行一次完整流程。第一步，免費諮詢。第一次見面，你只需要講需求、風格同預算，我哋會先俾你初步造價同方向建議，你就可以清楚知道大概裝修走向。第二步，上門到尺佈局規劃。確認合作後，我哋會安排團隊上門到尺拍攝空間，做平面圖、風格方向。舊樓宇仲會幫你查屋宇署圖則，確保之後每一步都合法安全。第三步，3D 效果圖呈現未來新家。設計師會約你見面溝通想法，確認風格後進入 3D 設計，你可以直接睇到完成後嘅樣，想改色、改物料、改燈光，都可以逐步微調到滿意為止。第四步，正式開工。訂造家私就等生產安裝，全屋裝修會依序進行，清拆水電泥水木工油漆安裝。聽落好多工序？唔緊要，有工程經理全程跟進巡場，你唔使親自睇場。第五步，驗收執收。完成後，我哋會同你現場逐項檢查，油漆、櫃門、收口位全部會記錄成報告，直到執收完成，你滿意，我哋先正式交樓。最後一步，售後保養。我哋提供裝修1年保修，家私3年保養，有問題一 call 我哋就安排師傅上門。想屋企裝修得靚又唔使煩，揾我哋 Key Design， 由設計到完工，有人幫你全程處理。即刻預約諮詢 ，Dream Home 可以即刻起步。